在地人在地情要来讲白脸舞，这个台南新市区公所为了要推广在地特色白脸舞，特别邀请市长黄伟哲为百年白脸舞手号名叫做հիմ影。这张老手是因为有乡亲要将地卖掉，所以讲将伊所种百年白脸舞手全咧捐予公所，伊嘛讲将这张珍贵白脸舞手甲保存落来。 即摆是新市白脸舞出产的时刻，新市区公所为着要推广在地特色，伫咧6月2日举办白脸舞产业文化活动。阮内底嘛佫有办一寡活动，有影白脸舞的带兵啊吼。伫咧新市三里联合活动中心大门原本正边敢若一丛白脸舞树，今年倒边佫加一丛白脸舞树。 区长谭乃定讲，这桩是因为社内有民众甲土地买掉，将百年白脸舞树捐予公所。伫咧最近才刷到活动中心，希望白脸舞树会当保存落来。这一丛卖几十万的，伊安尼无爱送来予公所，公所甲遗失过。 新市区公所讲，今年2024年新市白脸舞节会有歌谣演唱，欢迎大家伫咧6月2日来到三里活动中心参加白脸舞节文化活动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